喺啱啱過去嘅第二季，大家估係環球股市邊個地區表現最亮麗呢？大部分嘅投資者第一時間會諗係美股。冇錯，隨住 AI 嘅硬科技嘅業績爆發，4月以嚟咧，納指大幅係反彈超過2成。不過受惠於存儲晶片嘅漲價嘅韓國股市咧，漲幅係超過7成，勇奪全球第一。行到目前呢個階段，大家問得最多嘅問題就係 AI 仲可以行幾耐呢？對於呢個趨勢，市場上大部分人一邊係樂觀，但同時都難免係有擔憂。其實如果同以往嘅互聯網泡沫時期相比，而家嘅 AI 發展咧，主要係有3大不同。一，今次上升就主要由紮實嘅業績去支撐，科技巨企嘅公司營收同利潤持續超過預期。二， AI 嘅投資建立喺穩健嘅財務基礎之上，無論係現金流定係負債嘅指標，都係好過當年互聯網嘅時代。而三， AI 嘅應用嘅普及仍然係處於早期，對生產力仍然係提振空間非常之大。目前環球 AI 嘅投資主線仍然係聚焦晶片、算力基建同埋模型層，應用嘅層面嘅業績兌現係要係下一個階段逐步實現。展望翻第3季度， AI 投資嘅景氣延續同中東嘅能源衝擊交切，全球嘅經濟韌性依然唔錯，市場嘅預期嘅美股風險係正逐步消除。不過，環球嘅權益市場分化會加劇，防禦嘅配置嘅價值正喺度提升。講到具體嘅資產配置咧，喺美股方面維持翻標配，短期雖然面臨翻通脹同估值嘅擾動，但係AI 嘅資本開支同埋盈利兌現嘅支撐，硬科技嘅板塊依然係核心嘅驅動力。美債方面調整為標配，因為美國經濟走強同埋通脹嘅抬升共同推升咗整體利率嘅中區。美債嘅利率係易升難跌，策略上係應該以票息為主，並重點關注翻中短久期嘅配置窗口。而 A 股方面維持翻中高配，投資者係多加留意翻全球半導體嘅銷售周期回升所帶來嘅機會。而港股方面就維持翻標配，雖然硬科技含量相對較少，彈性亦都偏弱，但係整體估值明顯係偏低，加上南向嘅資金係持續流入，提供咗足夠嘅底部支撐，大家可以採取兩端走嘅策略，聚焦翻 AI 嘅硬科技嘅爆發，同時佈局翻高股息板塊。而喺黃金方面亦都維持翻標配嘅，雖然短期受到實際利率嘅高企嘅壓制，而第3季度或者會維持翻震盪嘅格局，但係各國嘅央行持續買金，為金價提供咗好強大嘅底部支持，適合作為戰略嘅資產配置。而最後人民幣就維持翻中高配，受到出口展現韌性同埋結匯動能嘅增強嘅支撐，我哋預計人民幣係接落嚟係會延續翻溫和嘅升值嘅趨勢。洞察市場，配置未來，招商永隆銀行資產配置，專業守護財富。